30年了，我坚持用手工来调料的，用手来包水饺。虽然我有些的年纪的，各位绞线绞很久吼，所以有些的变形，有些的问题的。不过我知道，只有用手工做的水饺，这样做的对人都会感情，体现的心意包出来，一粒一粒的水饺底肚，做得本人合适到有加面丝。像那点样煮菜了对吧？全部做我婆教的。伊做唔只讲教我做菜，都个神方啊！我也看到嘅人命，人分，安尼传统的客家妇女的精神啊。有时候讲，我就会支持我今年下去嘅理念，天下无拍行的路啦。都我婆的神方啊，我也学到一个无一向命运低潮的一个精神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凉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五下线，梦中泪风素年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望。秋处处甜桂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做农为主嘅公干乡。菜天然用树、把等质朴嘅农作物，加到老丰富嘅食材，經過時間老好數年，變做做蛋糕嘅好料。呢係人情味，還加係地方風土嘅展現。今日出台嘅民族叫下來啲公館，品嘗菜天嘅暖心料理，還加經過時間淬煉出來過後嘅生命故事。來哩！王府就是出王巷，底下是公館鄉開墾村廣學嘅，係台灣市紀錄清幽嘅商業產地哦。是經過清朝蘇維嘅開發，日本人大規模嘅出遊，光復過後又冇脫離，兩長期間嘅光景變化動態。不過，同地西鎮地道嘅好料理，撒有菜地食材，然後飲食文化嘅底蘊，向下來啲拜訪了。小哥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！唐公娘頭邊水餃當有名哦。安子安子真嘅，介紹我從細就當好食水餃，不過今日真嘅來讓我了解，好食嘅水餃都帶我來做啊呢。王子賢太高，菜地客家人講話聽聽呢。好料理係第幾國中時節做文化人士喜事嘅，對土食材、親身煮食係記下10年來最充實又冇改變嘅想法和堅持。好包水餃之前，先聽聽王太哥深入到傳統市場，來啲土食材，感受菜地人情。哇！太哥最要見哦！對啊，佢公館就賣去青苔給賣青島的，一年咧吃差不多10條豬肉，10條豬肉誒！我家行業落嘅時節啦，冇批到乜嘅粗香米，佢啊特別係用乜嘅煮嘅啊？佢係用本地嘅烏豬嘅，佢冇用白豬嘅，烏豬嘅嘅味道，佢冇煮嘅話吼，還唔會有嗰種酸腥味，食起來吼較甜，好好食。那你包水餃要買哪部分的豬肉咧？喺我店方我較喜歡用前腿肉，前腿肉吼，因為前腿肉吼，我看起來佢較多汁，個位較軟啊，較有彈性。包出來水餃的話吼，較好食。真嘅，唔同前腿肉嘅話係最解前腳係冇？前腳，睇會上來個豆嘅。專用嘅那種睇上來都係，對，要到會清醬嘅地方。兩對。對。
讲伊名起了吼，有光泽吼，真亮，的它有弹性 ，QQ 呢，QQ 嘿。哦，真的，这个就真的 QQ 嘞，你看。对。好，噶除了买呀，该还要买嘛该？买一个无主的煮米。好可怕！那还煮米？对，还有正面名正声哈，这里黑无毛煮，还有毛在这里，我不要拿，我不要拿哦！我制作人叫我拿，我不要拿。妈妈，拿一下啊。不过你吃了董后是？你确定吗？对。家天给买做以后做嘛该？呀，还有煮的煮米，拿转去的话吼，卤煮米。而且还有那条煮米，对不对？蛮长的。对，因为它是有煮的长有较长，一般的吼拍煮的较短，有煮的卤出的吼是冻浆，佮会夹口感较好。真的啊，哦，害怕。哦，对，我今天学做水饺而已吧。对。啊，好，这给你慢慢卤啦。好。第二节日，孙健孙两个市场地图，展现了地方文化嘅潜规则，老市场百姓嘅日常。运用嘅啲成立当好嘅主店，有价又友好嘅割猪肉係纪念嘅旅节。好食嘅水饺加嘅料，除了無豬肉嘅普味鮮制以外，還有菜地小農種出來清淡到嘅奇怪菜肴。看到安環境，我做當熟悉，我唔開啊咩係安呢？順豐屋嘅，也老畢業就做種田安呢。你看到人家種嘅那個快菜，種到凍漿呢吼。一種品種係天公保愛嘅。哦。有一年種嘅時候，大家快脆就發起就過去了，硬有一條葵花，我就叫我喺度留下來，我就挖佢嚟種，也上就係全部就給粒人種下來。家種嘅品種老配種嘅比較起來有乜整差？一種品種長一長較夾吼，真的。食起來也較軟較甜。做水餃做起來口感同好，個會有安尼快脆味。大家食快脆就食夾嗰種香味啦，就是吃的快脆味啊呢。真件係天公本嘅呢。係啊，有時候人講咧，啱嘅做無天就會有安尼安福，有係有安尼花咪嗬。天公想安人啊，跟住就講係安人咯。所以也好，按照甜食發快脆係算對時嘛。清對時，是當年嘅時節快脆上來清哦，口感也清好。快脆唔屬熱甜嘅菜，係秋天、冬天嗰個春天。然從嘅酸嚟就同樣，上色嘅時節係講會有藍面嘅花，煮起來就清甜清香。我就來偷一條啊！好，我來偷一條。樣子看嚟，看有漿冇？哎呦，你看。我是做凍漿啊，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分辨哦，可是你看，你看這個白的地方很白，啊，有凍蟲啊呢。哦，食也別好啦，較無泥沙。係啊。哎呦，凍青呢吼，真勁。好食冇？甜味先跳出來。有鮮味冇？應該有。講真嘅，我其實因為啊凍紅清嫩。嗰說實係其實甜味先做出來，最味啊，下場有些辣辣，像人家很多條豆皮嘅時候，辣辣咧。上色嘅時節就會炒熟嘅就唔會。炒熟嘅就唔會，啊唔過你講越辣嘅話，炒出來會越甜。而且我家下已經幾隻屯下依個係真勁香誒，我家8塊有沒有？我這邊還有水分在這裡，可能係冇乜豆啊，可是我看得很明顯，可能。係覺得係甜甜就會有，總係喺舊本嘅調價方啊，全部都這樣調價，相對嚟講就較似，唔會高壓，品質各方面也較軟啦。我舊本嘢誒，切價面我有良心嘛，對嘛？我舊得係過去。真嘅。小農就會安尼咩？可能唔像，可能我爸爸用嘅。應該怕潮菇了，怕潮菇了。快菜係多年成嘅作物，啲排水好嘅土地中係清理上嘅，客家車太過土口感好，辣甜油這個品種來改良。睇過後，個蛋糕嘅廣葉來食，雖然無種當多，但有真心顧身來種嘅誠意，搶個營業是有量嘅奇快菜。你下一開始來包水餃嘅哦，可是你要不卡包水餃，用安太盤啊？呀，煮差唔多10個斤嘅豬肉啊，4盤嘅餃唔同啊。哦，4盤嘅餃唔同哦。係啊。單槍餃呀就懂事的咧啊。還好啦，餃慣嚟都唔會啦。真的，可是哦，剛剛我都甜度紅啊，老車條架，呢些嚟嘅快菜，
到底要怎么样保都最高低度，会这样好吃？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？开菜哈，莫切到痛处，切它有的差不多0.3公分，大概就是这个程度。哦，哎，我的天哪，以下都可以切的时间，一个小米还给你充电上来。对，要是韭菜的小米啊，对本地的韭菜的米都而且出来。你刚刚讲会有这种辛辣的味道，这样会有香啊呢。对。哇，我看呐，为了包水饺就会爱呀切到油油的，又做唔得调面咯哈。哎对，不过啊哈，当多人讲是开菜先哦，向辛辣向重，是讲佢冇食得咁重，不是我哋好之後要解釋咧，睇牙落皮去裝好睇，嗰個還有脆感，食起來會灼灼滾。所以你嘅秘密武器就是牙嘅挑豆牙芽咯。做得講吼。做對了。左手夹左邊一半，右手夹右邊一半，大拇指的交叉，交叉後尾反正呢就完好了。哎呦，好漂亮！哎呦，天才，有天分。所以你嘅秘密武器就是牙嘅挑豆牙芽咯。做得講吼。做對了。做得公開。做得講啊！哦秘密武器做得啦。我來試試看好不好？好，這樣子，做得嗎？做得，按住動作。嗯，在切的時候發現塊肉很脆哦。很脆哈，因為對啊。這身上炸好了。平常時啊，人家只要幾多點就會起了無汗呢。差不多6點鐘開始都買菜啊。哇！像我今年我做要包4000兩隻水餃。一年我包4000兩隻水餃。假日係啊，我估大概就做先。挑牙菜咩切？對。要切幾太誒？差不多1公分左右誒。較長一些咧。好，對，按照長度哈。哎，做得冇？做得。牙嘅切好過後係直接變到嘅高肉低度係冇？蠻好哦，因為挑牙也不要弄去跟打發，這樣會出水。哦，對，還會揪啊。對，挑牙還要脫水以後的話哈，冇水分它糟以後這樣做得不要落了。好。然後還一部分放先打醬汁，好。豬腳肉得到有鹽性過後，做得本肉質薄有球。嗰加入調味攪完過後，撒定倒入已經準備好嘅塊菜，撈水浸透嘅細節頭菜，繼續用蘇門粒撈佢攪完，親身體驗有關水餃料理嘅節，整體特鋪都有好滿，地度還可以有認真嘅態度哦。一下就開始了，吃飽困難就飽。好，也開始裝料誒，我就一般迄23公克上下都裝到中間。干到中間啦。好。呀，水餃皮好，料來一滴來上來當包。這個縫哈，食指和大拇指的縫夾左邊一半，左手夾左邊一半，右手夾右邊一半。食指啊，食指的兩爪對到，大拇指的交叉後尾反正呢就完好了。哎呦，好漂亮！哎呦，天才，有天分。太厲害了吧！哎，來條白豆都給捏呢。第一次就包就對，你看，我們水餃包好的時候是這樣把它捏好嘛，對不對？對。捏好了以後退出來的時候是左手打開來，放到上面，然後再檢查看一看有沒有縫，有縫的話你把它捏一下。捏起來。這水餃就完成了。我可以了。好厲害，好厲害。我會，可以。因為我小的時候是那種一扎的。對。對你扎的話打折的話叫做啱，唔是剛好就啱。對。我到位吼，冇打折的地方是水餃吼就垮垮的。而且我這樣子進步了，過年做的真的你包水餃嘞，都有份家務事了。哎呀。水餃係一種用麵粉做皮包料嘅主食，係啲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來嘅。北方人有一句老古諺語講：好食唔會贏過水餃。講出嚟水餃雖然大家看到，不過真正要做到一食就會甜味，嘅就冇咁簡單了。咁樣嘅做出皮 Q 有質薄嘅水餃，還要當到食樸素來學習冇。
先煮几多灶呢？做20粒啦嘛。 20粒哦，咁我添煮食咯。哦，哎呀，大部分我先捞水来去煮滚啦。煮滚，哈哈。所以水要煮滚，滚的过后，现在可以捞，最后不用落去煮。最后有了变锅，变锅的过后吼，底部也会一些冷啦。哎呀，不用落去的时候吼，给温度做降下来。咁现调整那火力啦，吼，慢慢的煮。来，一下不用落去，不用落去的时候，因为一下用下。 那边状态咧，嗰时候好，那速速嘅，你冇錄嘅又好，叫佢鹽帶，啊，用熱落山來，落佢來。對。咁然之後調整你火力啦，嗬，慢慢地煮，然後煮到佢烹起來，烹起來過後，然之後加一杯水落去。做得咧，鋪起來咧。嘿，然後你鋪起來，嗰時候加冷水落去，因為啊，嗬，鹽水加落去嘅時候，嗬，一定要嚟落鍋，落鍋後有水溫啊，咁樣降下來，加一杯水落去過後，嗬，再等佢。 煮到浮起來吧。再浮起來嘅時候啊，最後都煮好咧，等於浮起來2擺。好，你下就已經天一擺浮起來吼。對，像遐尼浮起來吼，水滾咧，加關火，伊泡香叫迄發吼。很香顏色咯。我泡到膠質皮爛脫，嗰時候加來流起來。哇，要動蘸料呢，你看，一粒一粒的鹽滾滾的，像人家鹽包用的金元寶一樣。哦。 早晨本來吃到同樣嘅煮米，對市場買轉來過後，余倩講啊，老祖母一條一條嘅拆解綁鐵，個老皮刮槍粒，攞之前我先通過，老豆嘅油出鐵，水杯米個用熱溫度攞點半鐘邊呢，變到長長一米，要求我好看，突破注意，係傳統我攞到好食嘅關鍵。 你就來看下品嘗，今日現包現煮全部都係最遲做出來嘅一個，算是庶民小吃。啊，唔過呢，清油嘅種傳統嘅味道，加下魚翅啊，都嘅殺水餃嘅時間好厲害哦，煮出來嘅水餃一粒一粒嘅，而且我剛剛喊條條有冇講，一定要有手油冇？沒有哎，對不對？看外面這一層是亮亮的，而且呢，這個圓圓就你看金元寶一樣那種，非常飽滿。我覺得啊，這個也是很啊，都不會皮 Q 都唔掉，而且豬肉本身裡面有肉汁，哎呀，很多都湯汁都要入去，還有一個畫龍點睛的，就會大家挑牙，細細棍的就會挑牙來口感的。你最緊話清煮嘢所以嚇，希望佢。 皮泡暗過吼 ，QQ， 個料嘅吼飽滿。而且是水餃，就會像俺剛剛講，是一口下去，然後給鬼仔薄的。水餃吼，唔要講薄一太子也好，而且都民族講誒，凊好嘅話就一口汁，把那個肉汁啦、哈水餃那個湯汁啦，還有那個菜汁全部一口吞進去。全部一口飽。凊好食嘅時候。好，三點下來呢，然後來試兩個煮米。 講真嘅呢，早晨泰國你帶來去煮牛排，嗰個煮米我其實是不敢碰的。可是呢，我剛好給雨倩帶進來看下後做的時間，我有發現拉起來的煮豆腐的時間，一罐小米還會咕溜咕溜啊呢。個顏色很漂亮。對，哇，撈到有琥珀色，外面這邊呢，你看。 它已經露出，看到那有點透明狀的膠質了。皮油瘦的，然後中間應該有一點筋，對不對？挑戰看看哦。哇，好脆啊！哇，好 Q。好 Q 哦，好 Q 哦！我感覺嘅煮米都係最低都條呢。其實當當亦唔敢識煮。 你敢識煮腳啊？煮米都冇敢識。真的，而且它種 Q 感嗎？但是我講，當然比煮腳嘅更加 Q 呢。啲撈嘅功夫真勁係當厲害。其實哈，不管係水餃咩好，卤菜也好，我都哈就盡量簡單化。我重要哈不會超過5、6樣，把原味表現出來比較重要，吃原味比較重要。真嘅。兩碗酸辣湯，底度有黏黏嘅色彩，本人看嚟就當相識。 小氣充靚嘅皮湯底度有黏膩、胡木米、榨菜、豆腐、卵絲，聞到嘟嘟好濃。清杯米淋入香油，含加無胡椒，幸福兩隻絲，可能將做得形容平常喜樂嘅感通。
而且也像那条小吃，我刚刚有看到，拧好了时间，鲜切碰起来的。对对对。看起来的同那个铺粉，它可以自己做给鲜来的。一方面的话，对你那个信用，其实都好去告提讲哦，你还贵杂的。要先切的话，大家好，记得切的也给打算也是给我较放心。要较放心安呢。其实人坚持吼，那些菜啊吼，鲜切了吼，迄个原因呢，所以咪吼切过菜一定会有上好，结上好啊吼，迄都那个冰等冰久的吼。其实我走，一走啊，你说那个水分就散脱的。嗰種感覺我冇共樣嘅，我說人堅持啊吼，菜全部要用鮮切。對，不過以前啊，做娘娘，我頭爸爸講你小細細就開始都那邊忙進忙出幫忙家裡，都人家太嘅，還願意做了做，一般來講一個做都強嘅。其實我都那邊做些啊吼，咩做些咧，好個冇共樣添咧，我發現到啊吼。啊，近代成就啊，最希望我做出來的東西，看到人頭全部是強強，一時咧都冇存，啊，你看得到我最真歡喜嘅，我做當滿足嘅。太陽他爸爸多啲啊，你知道講爸爸本嘅精神、本情感，都一定要傳下伊嘅係冇解咧。知道爸爸本來吼，凊彩就從點對吼，不管乜個東西，一天都起，哦，不管乜個東西，一天都現做，一天都用手工。其實來知道哈，條線的話哈，我來咪同我講講，冇做來買地區來打豬肉，不過冇做買切菜機來切。不過我對因為講，個東西的話哈，冇乾淨冇溫度，因為東西要做出來哈，用身體度做出來的東西，本身食的都用自家心，用的心意，對嘛？不過用切的加用條線的話哈，用做的用手進你的心去感應，哦，要線達到按你嘟嘟好。呀，其實冇辦法的，有感應。以前我有看下，睇過看下人家數把種好冇？哎呀，我覺得這人道邊最清楚誒，搞到完特了。因為當然咧，確定咧，白嘅啊咧，做用力叫嘅落去嘅話，做完特咧。不過我一看到人家吃到動開了，我心就動開了，要痛苦唔好痛苦。人家露出骨呀，糖都會有真的，真的。他一般我就問人家數了，人家就數把種嚟行嘅，咩叫我好傳下去，變成人不開數把種行嘅。他是唔對要傳幾多，要傳幾多退去嘅。你記住可能用嘅傳下去嘅。神色係一種幸福嘅關係，當然料理已經徹底變做生活嘅一部分，活下嘅面試就冇辦法簡單本人推理。以前是上愛個表現形式態嘅想法，一直到後來將真正發現到，當到寶貴嘅經驗都係啲爸爸嘅學來嘅，就像用松樹來做水餃，切糯米都做蛋，呢條過程都係需要料理人深刻老人下嘅幸福，少睇漢字都係活土，呢就係大家好食偏菜飯嘅原因咯。魯菜係一種傳承古早文化嘅智慧，既又茶飯又好食。當然都係寒天時節，公館嘅天空全部曬到靚貴太平嘅芥菜，和家夫婦曬嘅泡菜色彩相宜。佢係傳統客家菜地度做唔得缺少嘅食材，咪係甜味調味嘅靈魂咯。向下來你看啊，小菊姐，哎，愛來歡迎。哎呀，總算來甜咧！來到公館也特別嘅嗬，鹹菜、泡菜真有名，而家特別要做到做檔出名。錯啊，做鹹菜啦、泡菜啦，個鹹菜檔啦，公館都是全台灣省第一名嘅。整首曲太子仲係可以用燒面，又唔會清菜因素嘅傳統客家婦人家結愛嘅性格。而是後生時節，啲大家庭地度練出來嘅好餸意，精彩嘅成發出，算係自家嘅天一種人生。認真對食材嘅要求，落做下好料理之前，先聽聽叫下來嚟拜訪菜地做鹹菜嘅專家陳太哥。呀，同係做得大概係看冇啦。哦，做得。你可以下喎。做已經係開放。哎呀，老係條白塊冇共用呢。那上班肉怎麼係找一個嘢嘅難咩啊？哦呀，呀，主要講啊，不可以用咩味啊？因為啊要按個監視器，就看到咩味就照上來濕水，佢係要照到呀。哦，一霎時空嘅佢都天天見了定下，因為水有嘛，係生水咩，唔係煮過嘅要缺，哦，
落去佢都會同鹹菜結合，就會比快拳就會整嘅戲。阿娘就會貴陽嘅快鐵。對。阿娘一行幾多錢啊？2萬元。2萬人橋就冇槍槍啊！你邊個嚟？哦，有一人睇，補充啊！味道太濃了吧？大概不用幾多年呢？11年呀！哇，你知道這個米頭有牛的牛，你吸一口氣你會講不出話來。總後一起。阿娘一行幾多錢啊？2萬元。2萬人橋就冇槍槍啊！我想辦法防止呀，你問題。我有記保護好。我說傳統係用呀個石頭來炸，然後改做用水，你留個輕點啊呢。我有種好處，要同佢縫的，特別用石頭冇辦法縫到。冇辦法縫到暗咩，對不對？按用空氣就唔會掉落去，很聰明哦。對，唔講用水嘅方便呢，哎呀，拿起一下就好。講到重點了，用水較方便，係用石頭吧？哎呦，強陽啊，對不對？我一層係大陽光，也係一層呢保護層。哎呀，松柏葉層做嘅什麼啊？一層做膜，主要就講個保護底下嘅鹹菜。哦，好香哦！好久抗硬帶啊，哈！真嘅係衝香誒。係咪啊？對呀。也是喺發好貨誒哈，最高峰嘅時間了。最高峰的時候了。就是它最好吃的時候。哇！咩係全部代替，而且差唔多有，你看我數把種，你看就啲。哦，鹹太條哦，幾家種嘅哦？係啊，點樣？嗰個種，嗰個滷，嗰個麥，全部一條咯。咁就係鹹菜幫嚟咧。冇啦，你都冇啦。今日做啲食款哦。哦，做啲啦，唔使食款咧。係啊，做清卤呢本身。清卤呢，拍清鹹嘅素菜嘅。係啦。哇哦！很香哦！做的這件事，又脆又鹹。另外一樣嘅東西，炒到尾還有冷水勁蒸出來，越炒越香啊！喏。我有。而且滷安叫誒，越來越脆啊！真的。上癮嘅地方。你睇到佢沙沙沙嘅聲音哦。老傳統滷鹹菜嘅方式冇共用，蒼太哥用自家研發還較可靠嘅方式來製作。現場一桶一桶用透光嘅塑膠布為鉗定嘅係當地嘅發嘅鹹菜，同喺地度用水來炸，用水嘅壓力來阻擋細菌。因為要做出各種客家味嘅菜，小曲子一定會天氣來買，再個繼續加工來使哦。哦，我印尼話落來啊，係咪有真嘅香到都唔掉，而且我印尼話落來看過，你會有一些衝到阿婆嘅房間呢，好像一批到就衝到頭白嘅事情啊呢，講得很像我已經很老一樣。你那麼年輕，兩個人你張帶轉來嘛，對不對？係啊，人家逛啊哈，逛人都拿竹筒，逛竹筒，係竹筒，煲嘅肉片，係啦，三層肉，人家土豬肉三層嘅，用三層，反正你鹹菜做那百搭，人家客家人咪講。有那種人有嗎？鹹菜餡。鹹菜餡，我真的有被講過哎。鹹菜餡就是百搭的意思。那什麼人你都合得來。真的。它跟什麼菜都。馬家菜就夾唔到。馬家菜就做得。你都煮鴨肉湯啊？沒做得。哎呀，排骨啊對哇，那要整，那鹹菜拿來用炒誒，又酸又辣的。百搭，然後有一個重點來啦。從你買咗落過後，去間行按功夫，再個拿來繼續洗下去哦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爭開店㗎，奇怪我做乜我嘅未艱苦咯。
用啊，用的做我就还没有那个，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梅干菜。你猪肉好没有用啊，梅干菜是灵魂啊，灵魂对不对？这个灵魂，示范一下。人家就出来，我就会邓老板拿走了哈。你就要用大片切哦，你不能这样子直的切。你要大片切。前面有红门哦。对啊，切干按那大片切。你看那鸭尾肚头按对半，按那边就没有慢的。就按钮你按慢一了吗？按慢的啦，按慢的哈，按像有落雨啦就天时吼。按就唔是强啊，就30度。对，按就直播就。紅日頭就出去吸水下日頭嘅面頭啊！係啦，人家用，唔過青紅係日頭用日頭曬啊。曬出來面頭冇香。加香頭冇同樣。可是我看秀菊姐阿娘都會做，我實在懂感通，因為點都按無限呢。現在已經很少做傳統嘅，我去架曬泡菜嘅。唔錯啦，咩喺度牙婆學嘅啦，佢當生。你講牙婆係？牙老公嘅牙婆。牙老公阿婆，當做喺去架阿婆嘅，對，佢搞唔做呀。對，我看佢，因為咩講佢搞唔做，佢在做嗰下就都順有起點看，起點攞佢天數，個攞佢學，人家一直定看到冇做的。蜜糖木薯啊。對，也學做人，也學做菜啦。其實食材本身嘅貴，也係限地看到，唔係本人感通嘅原因。接做得感通人心嘅，就係因為食物有資助人嘅真心誠意。就將一條鹹菜用熱頭來曬，用風來吹走，無謂鹽滷嘅時鹹，漸漸地變做泡菜、鹹菜乾，係成就出美味料理嘅甜美關鍵。楊一來補充啊！味道也太濃了吧！你倒條豆皮就懂了誒。你揚起來哈，揚起來就香頭較夾。你譬如來，你面頭。哦。人家就按他們攞扮演啦。哎呀，做蜜頭啊，我覺得因為有發酵的關係，它真的有果香在這裡耶。有時間。進化淬煉出來的，哎呦，呀，你會要行個牙胎呀？好牙本嚇到。哦，你個不用幾多年呢？4年。4年呀！哇，你知道這個蜜頭有牛的牛，你吸一口氣你會講不出話來，又乾又香，真嘅，而且這有錢買不到。這真的就是客家蜜就按牛誒，真嘅係按呢。呀，黑公真嘅一次不用下嘢吧，再不用幾句。其實就像跟老酒同樣唄，老哥越陳越香啊！你放10年也是 OK， 10年跟那個肉肉配的對，一樣的。哦，壓出來了就我哋好用的哦，等下還要做什麼鹹梅乾扣肉。哦，就要用那個。哎呦，剛你要煮卡豆都要翻哈，拜託呀。懂茶飯。真的。然後還個做安尼苦瓜油嘛，用高油哈，裝那裡變到苦瓜，就一整。還好是唔低爆的啦，這是唔低爆，這個才是我們店裡我想要的東西，真的，就是我老祖母的味道，就是這個味道，就是這個味道，我找到了，對，就是這個味道，就是這個味道。洗澡過後嘅鹹菜乾，揚咗一捆一捆嘅，用熱溫度20秒嘅時間燜起法來提升風味。小曲子是講起家婆做嘅米線。仲係講唔開實，佢講有隻細細房間地度係夾嘅秘密基地，牛香味嘅蘿蔔乾、鹹菜乾，就會叫做料理世界做唔得缺失嘅。好，呢下你叫我開始來做料理，按腳背標下嘢3層肉啊。3層你用白糕啊。OK，家下要湯糕，又係件酥嘅，做乜白糕咧？白糕較香啊。香。打按撈㗎嚇，就唔會肉，哎呦，好香哦！煸到比焦黃哈。用煸嘅。用煸出嚟。煸炒的意思。你呀哈，炒出來的素飯咩係嘅就阿婆教嘅啊？全部都阿婆教嘅啊。全部就學阿婆教嘅啊。你做人家咧做，按就成條湯。條擺擺動作哦，差唔多去1月、去3月，佢都係自己做嘅。去2月佢就係唔自己做嘅。因為可能有3月人做天數啊，我關於阿唔會料理，冇好做唔得啦。等於你分落啦。而且剛剛冇講到，其實秀菊姐
伊迄对土样，好多人家来客家做客家新酒，伊也已经有客家粉的。然后咖啡正经讲到非常的流量呢。做得冇？做的，然后模拟安装。真係比客家莊嘅，叫小嘅一家是客家人。你感覺到客家料理對你來講樣辦？改變係下半生意。咩啊？或者有啲樹葉啊，阿婆傳下來，我還有冇出到樹咩？冇出到樹，人做人分，人做，人做一方面。傳到好樹葉啊！一方面雖然佢較苦嚟講，係肯定有好㗎。非人家人咧嚇，唔好做做一家。好做專人。偏人搶唔做啦。別個倆從嘛，哎呀，要嘛見差差的做得了，看一下剪剪的哦。各位嘞，拿清楚嗎？先留去咯。地都全部煸出來煮油誒。你看到嘛？煸出來煮油，喺度煸上料。哦，煸上料啊！全部打霜啊！哦，就酸條。酸條加咧，跟住重拍較香嘛。要片到香味嘛？夠香咧，就是要咧。要片到香味㗎，就煮咗倒落去嚇。倒落去好。煮咗倒落去。倒落去後，就放到調油。調油上色。嘿，佢放一些酒哈。米酒。然後就扁頭，放一些安尼煮肉啊，我較吸。哦，要較 Q 哦，不用扁頭，比較 Q 對不對？然後個量吼，你講幾多煮肉，唔不用幾多。哦，也就意思經驗呢。哎，幫我媽媽，要幫我。要鳳腳啊。鳳腳。做你阿妹去油腳，阿妹做30萬半啊！30萬這期就嚟講當太啦，佢都攏係講幾百啦。你若是喺牙兩日擺趕隨半路，我阿爸咩，姜牙量多，我先講當通。要鳳腳啊！鳳腳，係啊！啲快啲講鳳腳，不用鳳腳落去啊！係啊！一方面哈，唔會碎了，唔會按油膩。哦。然後最重要也增加它的色澤啊！鳳腳落去就按亮亮。咁人用工具大家都啲嘢呢？唔係，我做講義冇學嘅。你看看，也就係客家人啊！我仲希望我打造咁樣做，然後客家精神哈傳出去。客家精神，對對，一個認命、一個認份的精神。哇，真的，民族的精神。那客家所以唔係個仲係菜裏面啊，有佢精神的存在。肉已經上色了。好。然後也是香氣已經全部融入進去了。好。有沒有看到？而且又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這種好色咧。哎呀，係咪色嘅咯？阮查某係安尼同佢鹹菜乾咩？鹹菜乾嘅。人家係食鹹菜乾，我四槍嚟。我四槍嚟。哦。你睇佢四號出嘛？因為有浸到水。錯。個香頭哈就已經流失掉了。哦，不錯。你看我，然後給水分哈炒出來。熟水哈。熟水，然後你看有沒有看到它水汽就出來了？嗯。水汽出來以後，給鹹菜乾的香頭就出來，然後還要放一點點那個豬油。哎呦。因為青菜的東西、乾燥的東西，你要放一點豬油，它才會香啊。嗯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味道又不一樣了。哎，那豬油還沒滷好啊，按樣滷好啊，你好。你剛才好炒好啊，你就放到個松巴。哦，哎呦，你做得食嘞？哎，食唔得啦，很重的。食唔得，因為豬肉老嘅鹹菜乾嘅，還沒結合啊，給兩個融合啊，要水乳交融，對啦，整2點鐘。2點鐘啊？那可能咁。我來先學配出菜好冇？做得。我們等到搖到快啲。哎呀，好啊。生下來倆出鹹菜乾上苦瓜，撈鹹菜乾剁碎碎，加入豬絞肉。撈米酒扣下攪勻，個成葉已經被紅嘅苦瓜鉗底肚，細火整到熟。倆次係印象當中過年時節將會調上咗嘅素露菜，自家嘅愛心圓滿，團圓吉祥嘅意思，色香味都有，色彩相宜。一下等你2點鐘哦，總算俾你等到誒。都是要嘅哈。真嘅。那看中醫生那樣。哎，我先來食兩個好冇？鳳腳泡菜肉。對。但係我煮上就看到動真的了。先試看哪裡？入口即化。真的2點鐘，俺肉一下嘛落去全部都散開了。泡菜啊，一椒一香以外，因為剛剛用那個陳年的，也還變為細年的哈。不錯。
吃拉落去，佢會轉甘呢。韓甲，也個肉啲都咩尖到也個鋪菜嘅條面。你看，也個油爐也個飯球落去，規啲肉啊肉，有香鹽哦，紅焦焦嘅色呢，非常的上色以外，也個都給炒嘅時間就發現到，如果丟有一些就是發酵過後嗰個酒香都係啲多呢。吃落去就甘甜甘甜。我來大嘗試一下嘅鹹菜乾嘅部分哦。至少看哪裡？真經當香，哎呀，它一炒嘅時間，基本上用一層一層的散出一層一層的香味，食到最尾嘅時間，你會感覺到那個三馬路的後蓮頭啊，甘甘。凍甘。呀，滷菜啊，哈，安那客家人啊，人講作心，作心唔通什麼？通油嘛，就是主要的兩盤菜。其實那港田人是較無菜好食咩？你這鹹菜乾哦，豬肉，帶飯個平常時年下來，真嘅。還是東澎派呀，很有面子。兩樣面當好食。那是苦瓜呢？你看哦，這個真的2點鐘，你看，滷杯本身係白玉苦瓜，兩下呢已經整到完全黏密到，你看連色都變呢，老幾幾隻感染到。用啥路向下整2點鐘。真的。米絲全部用到底部中。有沒有像人間美味？那個苦瓜鮮到那個鹹菜乾味道，唔可以講你單槍食到苦瓜嗰種苦嘅味道啲，其實苦甘，溜會帶一些酸的味道。酸料哈。人人成中央啊，煮這一道菜就是苦盡甘來啊，加米絲又冇中央。像人間的味道。哎呀，人間的美味啦。真嘅。哈。先用夾鮮肉嘅膠肉，肉質當油，融合嘅鹹菜乾嘅香，然後苦瓜甜油嘅苦味，滴在空肚，展現出當道層次嘅好味線。師傅慢慢地煥出來嘅鹹菜豬肉湯，芥菜自然發酵後嘅酸，結合嘅3層肉嘅油，唔是踢到嘅調味，皮湯清清，落嘴甘甜哦。而講到這東西阿婆對嘢影響咩係非常嘅大，嘅如做本看對佢生活就好多當到客家本人家嘅精神。我都講你阿婆啊，嗬，佢有個運到連按木頭啊，嗬，都看無碼到啊。我都先想講咧就，對佢生活看到啊，因為有個人一個歡迎啊，人命按人分，按感恩做，都不向命運低頭。佢精神啊，影響到我後半生年，總話我離開咗不卡多咗，佢也本來一技之長啦。我所講，這阿婆她的經驗嘛，嗰個加個智慧，這種有乜嘅事情叫做親力親為，做乜東西全部都有責任，咁啊對我影響好大。其實哦，其實按辛苦嘅年代地圖，特別有太子讀到無窮樣嘅生命故事。對你來講，好的嘅樣是有阿婆當日順風。係啦，因為我特別講絕處逢生。按遇到困難嘅下，唔好推，唔好講忙嘅，唔中意咪講當困難，我去做。咁我見你對阿婆嘅身後，佢教我當多事情，做人處事、處理事情的方式。下早頭咪看到小朱姐老奶嘅腔都做出來，一下你都嘅。搞幾嘅時節，你看到阿婆搞嘅搞不贏嗎？形容啦，我就想我講嗬，後生人很好噶，佢有興趣啦，一方面也一拐，因為我不用拖落嘢啊，也要開心，現在人做個責任咧，我對佢看嚴到嘅啦，你下來，人講也多些，我希望講有人來傳承啦。老了米頭傳下去啦。佢當時開呢間店嘅時間，一隻富人家，40人歲開始開呢間店，講真嘅非常的辛苦，睇起來都會困唔做嘅。40人歲我前條路啊，工廠冇捱啊，有年齡超過了，將來死無命令我好好生存下去，我還能活下去啊。還有2個生意呢，那我就看到這一家店。一間店啊，一間店
都大家煮嘛，就正常哦。那个煮米吃看那里，俺就弄阿爸，俺们参详娘家咩，娘家就是我家就青苔的耳科，俺都学到把去的，去2点钟，俺都去到俺去请阿妹，我讲你个叫俺家一拜，啊，你已经生我一次了，你个叫俺一拜，就是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。我讲你这样来省事办好，你们懂心痛，你们俺读到安尼困难。后来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话，係阿妹啊，含家緊兩米，哦，我就用學到擺做你阿妹去遊曲，阿妹就30萬本啊，30萬對佢嚟講當太啦，佢都攏係講句話啦，你若是喺牙論牙爸喺趕隨半路，我喺阿爸妹姜牙量多，我心肝當痛，我做唔到對不起阿爸阿妹，阿妹84歲。我爸92歲，一夾趕隨半就將來就開店。我就認為說是，我就本心肝都是講，我不能倒下。我倒下。有句話係安樣講嘅，每起生活嘅時節，每會想起頭擺，想起自家歸路嘅行過來嘅人生。特3人記得嘅秘詩，總係有頭擺嘅故事啲度。唐等小曲子分享其辛苦嘅人生歷程，其下擺無質難干，可貴嘅係其唔是因為困難無脫而看待性情嘅溫柔，就像鹹淡需要時間做工來淬煉，經過標配法，如創作的散發出特別想人嘅秘辛。料理就像人生係修煉，未係修行。水杯米轉變做翻做蛋糕，模擬有嘅秘密風景。料理唔但唱係食飽聽聽，無論係菜地嘅小食，定係澎湃嘅傳統客家菜，都有非常地度散出來小暖嘅幸福感。堅持手工做出來嘅快脆水餃，有料理人嘅真心誠意。啲記憶地度忙食甜餅貼阿婆嘅素滷菜。聽聽小曲子嘅書意，綿延飄香，米是係安樣，生命咪係強樣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陣好米是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哭。谷一天，日下小曼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處不念，苦漸漸，日秋處暑甜歸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